繼續來看呢，係一個莫拉克風災，畢竟還係本季度天氣本當季鬧嘅景色，一下都完全變黑的。係嚴重嘅土砂流本季度天氣嘅體型、體貌都有非常大嘅改變。接下來我哋會透過對空中氣象鏡頭來看18夜不太水造成嘅災害同影響。天電直升機嘅空氣檢測，我哋呢去山區來看18歲仔嘅災情，算來有經驗重。遊覽名勝阿里山，咱們道路段都基本流空，又因為山區連電落太熱，本來沙過100變體影響交通，故數從將進度慢下來，按算要到去年24個後，才做得完成。鐵路方面，阿里山本基輔叉條因為做太水變成一個太皮桶，叉條都8年嘅火車沒按呢打壞鐵。當天居民講，也從風災本家人還有阿里山嘅觀光沒夢嘅。實係本人表送心情嘅堡壘溫泉度假區，也下沙係無水無天無辦法聯絡。各行呢去看到嘅全部係本來沙安特嘅土地，親來上一片本當係一隻有儲水池遊樂區嘅溫泉度假村。對一下推動大霧上都經行係上一隻多嘅用嘅，從風災至今愛1禮拜嘅，居民行係過得無水無天嘅日咧。高等人講嘅係做最新復備2號衛星空照圖，發現18風災造成17隻無石戶，其中10隻東本人民監控當中。災民除了生活困難，還愛受無石戶惡特嘅危險。人但公鬧嘅家人，第一次風災一下係全無嘅。災民除了看到新冠動痛，還愛受撒下來嘅生活，算來愛用一個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